圣殿，伫你所分别做成的圣主日，我要恭敬来敬拜你。我要祈求上帝，你对天人来，对阮所想事的恩惠，我要看见上帝你家己主爱阳光的面。求天父上帝，你伫今仔即个圣主日，互你的囝儿甲查某囝，阮的心当得到透放，阮当对你的手中当领受属天的开展。主求你甲阮三甲之地，亲像今仔日圣经的应允，找求你的人要重新得到开展，是一份新的开展。主，阮的信心若无定，求天父上帝，你顺你的圣手来引带阮。之前的天父上帝，求你对你的囝儿查某囝讲话，互每一个今仔日伫你圣殿找求你的囝儿，因的心对你的话语来得到答案，对圣神来得到开展。阮恭敬将今仔日的礼拜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互所有的人所选读的圣经，带有上帝你圣神的权柄，互圣歌对所吟的诗歌会当安慰人、扶持人、鼓励人。主甲司琴的同工同在，互因所造的前奏、后奏，所有的音乐会当真侪学乐、敬拜，甲对人安慰的信心。愿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讲道的信息嘛交伫你的手中，求天父上帝你亲自将你圣经应允的话，清清楚楚放伫人的感动的内底。愿恭敬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用诗歌来学老主。第一首来唱《喜乐泉源》。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
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诚心和诚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诚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唱《我要向高山举目》。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你今天所要传递的讯息，并使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请垂听我们的祷告，将痛苦、难过和焦虑转化为生活的动力。我们把未来的每一天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以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稳步前行在你所赐的道路上，让我们信心得以坚定。我们在此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三甲来做早起的礼拜，请奏乐。
全体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贺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贺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有盖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甲来吟圣诗34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用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之爱。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受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上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真济。三甲来起。
启应文28篇。启应文28篇。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我坐下去，我爬起来，你拢知。我行路，我倒伫眠床，你拢详细知。歹势，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摇我的嘴所讲的话，你无一句毋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换手伫我的顶面，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真悬我无会到。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神，我要去打倒闪避你的面。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困伫阴间，你也伫遐。我若展开清早的室，我开的日头来徛起。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乌暗要压看我，夜光要变做暗暝，就黑暗暝也袂会压盼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黑暗甲光明，伫你看，拢是一样。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遮到遮宝贝。即个少爷到遐多，我若要讲要算伊，比海沙较侪。我困精神的时，犹原甲你相甲比地。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永远的路。三甲过来吟圣诗461首，请坐咧吟全首。
请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的一生掌握伫上帝的手中。当阮拄着苦难的时，你体谅阮的软弱，你会差遣你的使者伫阮的正道边，互甲阮支持鼓励，互阮脱离苦难。当阮顺境的时，你也驾驶，你的驾驶带伫阮的心中。互阮无过头的夸口，凡事拢是上帝的赏赐，就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你的话，互阮深深的羡慕，独我靠耶和华会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行也无懈，因走也无厌，行也无闲。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门。赞美，请献歌队。主
遵守上帝的话，记载旧约以赛亚书40章26节到31节，26节，恁也目看顶面，看一位创造者的，照笑目带遐个万军出来，伊一个一个称伊的名，因为伊的权能，搁因为伊的大权能、大能力，连一个也无欠。27节，雅各啊，你啥事讲？以色列啊，你啥事讲？我的道路稳密伫耶和华，我的案件无得到上帝料理。28节，你减袂知嘛？你减袂听见嘛？永永伫地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夜也无善，伊的智慧无通测度。亚善的，伊互伊能力；软者的，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善，勇壮的人也会跋倒。31节，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因行也无夜，因走也无夜，行也无善。咱搁看一位新约圣经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6节到第7节，一切无得我如独万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以上正道，我的信心若无定，请曾牧师。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咱甲恁的身边兄弟姊妹用拄则圣诗461首的最后一句话讲：因为耶稣听你到极，伊要牵你的手。你甲你的身边兄弟姊妹请安。耶稣听你到极，伊要牵你的手。兄弟，你爱互主耶稣牵你的手到一生的路尾嘛？咱中间有一个少年的姊妹，即个月要去英国读册。庄爱玲，爸爸妈妈带你来教会做礼拜，其实就是要将爱玲的手牵伫耶稣的手中。后个月刘玉明也要去德国，上帝互咱的囡仔亲像鹰鸟展翅飞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主来领受一个真要紧的功课。信心是一支锁匙，伊会通拍开上帝能力的门。信心亲像大船，伊的船头迄个钉若落伫海中，迄只船伫风涌中间就要定着。信心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人靠家己会感觉无可靠，独独只有一个，就是咱所追求敬拜的上帝，伊是咱一生的依靠。现在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今仔日的信心真做咱的祈祷。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现在毋通自信过头，因为咱人生中间拢有迄种咱无能为力的事。顶礼拜牧师甲恁读马可福音第1章讲到，无能为力的教会，无能为力的人，人是拄着乌暗的关系捆绑的时阵，独独耶稣用伊的话，互一个犯着鬼的人，伊得着逃放。伫顶礼拜中间，恁有甚物种的得着甲感动吗？顶礼拜牧师邀请咱用迄段的圣经做一个祈祷，讲
主啊，互我担着稳定的慈悲，互我经验着圣经所讲的幸福祝福，互我担着上帝对天顶甲我有庇的迄种稳定的慈悲。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咱一生的确捌拄着信心两者的事，是吗？世间无人永远徛伫高峰，伫巅峰顶悬，一帆风顺。咱伫一生的中间，最要紧就是建立信心的态度，因为这信心就是互咱伫患难的时、伫顺境的时，拢知影有一个上帝甲咱相合伫地。我要邀请咱为着今仔日，上帝要互咱的新的信息甲感动，咱同心来祈祷。耶稣，你听阮告诫，阮深深知影。阮虽然未堪得，当阮也未认捌你的时，主耶稣，你已经为着阮来到这个世间，你也伫十字架顶悬表明，你完全无保留你极大的慈悲甲仁爱。阮会当称作上帝的囝儿，是因为你的名。主耶稣，要感谢阿罗你。主耶稣，因为你的名，阮受上帝接纳，成做天顶的囝儿。主耶稣，因为你的拯救，阮的罪就得到赦免。主耶稣，也因为你的话，阮就行伫光明的道路中。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主耶稣，阮要亲像今仔日圣经这个故事，这个老爸为着伊的囡仔祈祷的时，你甲伊讲，只要有信心，凡事拢会。主啊，阮就亲像迄个老爸回应你讲，主啊，我的信心无够，求你帮助我。至诚的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互每一个阮所听的兄弟姊妹，阮会当对你的圣殿重新得到开力。主帮助阮，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福音毋是干那一种的知识甲道理，福音嘛毋是基督教因所咧主张的一种的看法。福音是一个活跳跳，上帝要互世间人享受的。所以圣经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庇的，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是想象袂到。所听的弟兄妹，咱何等有福气！上帝要互咱因为敬拜伊，伊要赏赐咱白白稳定。愿咱对顶礼拜开始，咱甲主祷讲：主啊，互我担着稳定的慈悲。主，我一生会当经历着，伫我无能为力的时，主你是我的依靠。所以，兄弟姊妹，人无法度迄种无烦恼的灵会自由啦。这个世间敢有迄个人对出世到过身拢无烦恼的？有一种的人可能就是伊有可能是智能上有一点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伊对这个精神的部分有这个观念上，当然我毋是讲歹话。所听的姊妹，既然正常的人有思考的能力，既然正常的人有情绪关系卡，既然是正常的人有对剧帮的需要，也因为国防的需要，有人无能为力的时，咱就会感觉看愈。上帝若叫咱做愈大的代志，咱就感觉压力愈大，是毋是？有甚物人暗时将来毋捌半暝醒起来，伫遐吐气讲：主啊，明仔载要安怎？如果你若是一个完全毋捌半暝失眠，也毋捌暗时爬起来吐气的人，上帝大大祝福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所得到的就亲像顶礼拜的继续。顶礼拜咱的信息讲，主的福音是真的道理，是活的道理，是一种甲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来做分享，信心到底是什么？伫马可福音中间的第7章，我讲到一个犯着鬼的囡仔，伊的老爸为着伊来求耶稣。伊甲伊讲：主啊，求你怜悯我。主甲伊讲：既然有信心，这个鬼就会出去。这个老爸流目屎，伊讲：主耶稣，我相信，但是我的信心无够强。兄弟姊妹，毋是恁有可能有需要这个信心的加强，连牧师
嘛有时会拄着信心无定的事。喜乐堡医院伫一个真关键的时间，伫最近咧决定喜乐方舟园区要招标，最后要开始建设，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迄个工程所需要的工程款，是超过喜乐堡医院的大头肩胛头的能量。喜乐堡医院过去6年无1亿2千万，但是这个招标因为今仔日物价的波动，所以这个工程超过过去6年所得到会double双倍以上的困难。上帝，我有机会伫喜乐堡医院做伊的工人，我有机会认捌阿嬷，我有机会认捌迄个照顾弱势者的工作。天光门拍开，几啊百个人等要食饭，几啊百个人伫即个所在工作的人要等候，伫月底要领因的工作的津贴。兄弟姊妹，有真多时阵，毋是咱的能力会做，但是阿嬷讲，上帝若拣选你，上帝就互你开难。这句话毋是阿嬷的话，这句话是阿嬷对圣经、对上帝的手中所学到一个信心的功课。兄弟姊妹，圣经所讲的信心这个字，伫圣经的原文叫做 pistis， 这个字有3种的意思。该翻做英语的圣经有3个翻译，第一个叫做可能，第一个叫做能力，第3个嘛叫做能力。英语叫做 possible， 第2个翻译叫做 able， 第3个叫做 mighty。able 的意思就是讲，我真侪有能力的人，我有智慧，我会当思考，我会当计划，我有能力去执行。mighty 是甚物 ？mighty 就是讲对上帝天顶所予我的迄个能力。毋是出去歌，凡事无可能，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英语叫做 possible。所以兄弟姊妹，今日这牧师就起头甲恁分享一个为着囡仔祈祷的爸爸，伊看到伊的囡仔的艰苦，伊心内着急，伊甲耶稣老目屎讲：主啊，我知影信心的重要，但是我的信心无够强。兄弟姊妹。福音书的作者写这个故事，最重要就是要鼓励后来当耶稣离开了后，世世代代追求耶稣基督徒，当恁信心无定着的时，愿恁双脚跪落来祈祷；当咱信心无定着的时阵，愿咱当抬头仰望，看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咱双脚跪落来祈祷。我想，志愿兄最大的欢喜，就是爱人有机会去英国读册。但志愿兄，我想甲伊太太有一个烦恼，这个查某囝来摆，伊去到英国要安怎？敲来甲你甲爸门甲你敲讲，爸爸，我拄着困难，天高皇帝远，对无？所听的姊妹，伫人袂话的时阵，这个上帝敢会当成做你的瓦壳？阿免。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主对你讲话，无论你出你入，我要做你的帮站；无论你去什么所在，我要做你的上帝。我伫凡事顶悬甲你同在。我要想诉你一对实力，我要想诉你一对翅膀，回到海的极头极头，飞到海的极头，飞到天顶极悬的所在，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今仔日个礼拜，当咱信心无定着，咱有看路，咱有无法度做决定的迄种的疑问，咱的大头会感觉打袂起来。但是兄弟姊妹，请会记得，咱的大头毋是咱的大头，咱的大头是上帝的大头，因为耶稣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滚瓜。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若将一个极大个困难的使命放伫你的手中的时阵，伊就会为着你所需要的来负责任。
其实毋是负责任，是供应，是扶持，是帮衬。愿每一摆礼拜，咱所听到每一句圣经的话，当咱心中祈祷讲阿门的时，上帝将这个能力赏赐予咱，主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信心就是一支锁匙，拍开上帝恩典的门。信心就是一只大船，伫风影中间会定着，会定。当这个定放伫这个海中的时阵，就被随波逐流。上帝所赏赐咱伊的应允，就是咱信心的坚固。毋是干那这本册尔，毋是干那圣经这白纸黑字这本册。更较要紧，上帝将一份呢，就是看袂到的圣神，伊要放伫咱的心内，咱的情绪，咱的看路，上帝要帮助。也这你愿意将这个伸出你的双手，当今仔日咱吟这条诗歌的时，你若愿意，我要鼓励恁，倒去了后，常常唱这条歌，唱到有一日，恁会当甲背起来。阿妹。你的阿嬷是一个真够背圣诗的人。有阿嬷，你的阿嬷虽然无读册，但是伫教会读白话字，伊几乎所有圣诗逐条拢背起来。兄弟姊妹，信心爱家写伫心头，这个信心爱真做你真正开力伫你的生命中。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定。马可福音第9章，就是拄则牧师甲咱讲这个故事。马可福音是一个写耶稣的工作的一本册。这本册最特别，甲其他的3本福音书最大无共款，就是咧讲起一个最大志的耶稣。所以马可福音上重要的特色，就是写耶稣所做过的代志，而且伊解说这个代志的背后的真要紧的关键的迄个理由。耶稣做这样代志是因为疼世间人，耶稣做这样代志是因为有能力，耶稣做这样代志就是要让后代的人通过这个故事，通知影迄个故事要变成我的故事。耶稣牵我的手，耶稣嘛变做牵你的手；耶稣牵你的手，嘛耶稣变做牵我的手。所以圣经讲，你的故事嘛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嘛是你的故事。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对敬拜赞美开始，咱的青年所吟的感动人的诗歌，圣乐队所吟的这条诗歌，咱所同齐吟的圣诗，拢真侪咱祈祷的诗歌，求天父上帝帮助。一个老爸知影家己信心会无够，所以伊甲耶稣流目屎讲，会流目屎讲话的人是诚恳的、真心的。伊甲主讲。主啊，帮助我！你知我心内有相信，但是我的信心无够。主耶稣讲，免看路，我甲你三个地地，因为伫信的人凡事拢会。兄弟姊妹，凡事拢会。主教牧师甲恁解说这个“信”这3个字英语安怎翻译 ？Possible, able, mighty。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才做有能力的基督徒。毋是制造问题，是会当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有能力看见是非，有能力判断危险，有能力通选择正确的道路，有能力通赢过试探甲危险。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学几个信心的功课。今仔日2段圣经的功课，拢讲到祈祷。第一种的祈祷，伊讲你着仰目仰望上帝。兄弟姊妹，你的上帝伫什么所在？咱的上帝毋是高高在上。我的老师一个神学的册的作者，伊叫 Paul Tillich， 足出名的德国的牧师。伊毋捌伫是哪伊教过我，但是我读伊真侪的册。伊讲我的上帝毋是一个高高在上啊，真威严的，看会到摸袂到的上帝，毋是。我的上帝是徛伫我的头前，咧引带我，咧等我。一步之遥，就是讲一步尔，
我的上帝伫我的头前，伊渐渐引带我。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你举目仰望的时阵，这个上帝毋是遥不可及，毋是伫天顶远远的所在，是伫你的人生，拄伫你的头前。伊要牵你的手，伊要陪伴你，伊要甲你三脚伫地。亲爱兄弟姊妹，通过祈祷，通过仰望，通过交通，原来伫主的面前，亲像这个老爸，伊讲：主啊，我信。总是我的信心无够。这个祈祷最要紧，就是伫上帝的面前承认家己的软弱，承认家己做袂来。一个人若谦卑伫上帝讲：上帝啊，你有呼召我，你有差遣我，你有交代我做这个代志，我一定认真诚实安尼做。但是主，我毋敢假傲，独只有我可以。主你讲就是，主你引带帮助我。原来你做在面前领受这三种信心的祝福。第一，可能上帝将这种新的可能赏赐予咱的囡仔，互咱一代比一代较优秀。上帝将迄个咱想象袂到的可能性，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或者咱目睭一金，伊想讲：我是甚物人，我才有这种的机会？我是甚物人，我才会配得这么有这种的稳定？兄弟姊妹，上帝是一个互无可能变做可能的上帝。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脚伫地伫今仔这个礼拜，咱毋是有喙讲甲无烂，乃是咱伫心中讲阿们的事。迄个道理就实行伫你的人生中间，主帮助咱。所以信心是甚物？信心就是要互人享受信仰的力量。所以牧师拄则有讲，信心就是一个锁匙。恁第一看歌罗西第2章第20节第3节，伊讲耶稣就是一件奥妙的锁匙，耶稣就是一个锁匙，耶稣将信心教予咱，耶稣嘛用经验当作信心的锁匙来鼓励咱。伊讲伫人袂话，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肯将你的软弱伫主的面前承认讲。主啊，我做袂来。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敢毋是就是咧见证这种的人生吗？我对少年到今仔日，有太侪摆会感觉信心无定着。一摆伫美国读册的时阵，因为我英语无够尔好，所以我误会老师的话，老师派遐个家庭功课，我会准讲伊所派的遐个功课，我逐字拢爱读甲了，读到落尾吼，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假冷顺”有无？对，迄个冷吼，迄个脊椎会冷对头，对到脊椎，吼，紧张读袂了。我头一步，我甲上帝祈祷讲：上帝，英语毋是我的母语啦，我甲美国囡仔无共款啦，吼，老师的指定家庭的。阅读的读本哦，因读袂了，我读袂了啊！哦，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册伫掀开吼，我目睭金拢看到重点就好啊，好无？哦，上帝，我都读袂了，要查字典都查袂了。上帝，你予我目睭拍开，我一看过，好亲像你个手电筒，啊，伊家己迄个 LED 的灯就浮出来，焦点我读着了，我若读着重点，较赢咧我读规本册啦。安尼有头一步无？迄毋是头一步啊，迄是不得已的中间，上帝真正帮助。啊，但是我第二句祈祷恁来学啊吼，我上帝讲，如果美国囡仔用1点钟读会了的，我用10点钟，我就要较读了。所听你姊妹，上帝予咱的是这种的经历，信心无定着的是上帝，伊甲你讲话，伊讲你拍开册，安静，我予你读着重点。果然我读到拢重点，我写的报告吼，我的老师给我 A-，A- 就是 A 减啦。哦，我的边我头看我边迄个美国囡仔，迄个新学生，伊有一个 D 啦，有一个 E 的啦，有公平无？无公平，这是稳定。因为我有一个姐姐是
伫美国宾州做精神科医生。我读迄科就是叫做人的精神医学。一个牧师要安怎通过精神医学了解伊将来要陪伴的人？我读无啊，我就紧打电话甲我的表姐甲讲，姐姐，老师开这个功课，这个问题要安怎写？伊就安尼隔空指导，开药单。当然，毋是干那伊帮咱所听的弟姊妹，上帝会组织无共款的方式，用无共款的人来成就帮咱，抓着咱。最大的帮咱就是看袂到伫空中的星星，你相信吗？愿你享受这个信心的快乐甲喜乐。愿你通过圣经的话，恁无打折，你甲上帝讲，你的话讲就准算，我无会计较。你讲是，我就是；你讲毋是，我就毋是。我无爱做一个有大做的基督徒。你的话要成做我的帮助。兄弟姊妹，信心就是一个真要紧的过程。咱要对圣经内底找到一个，互咱会当死心塌地来听伊的上帝。这本圣经就是要甲咱讲起，有一个上帝听咱到极，伊要牵咱的手。咱来到这个信心的中间，是要找到一个，互咱的一生到代代会当倚靠的上帝，毋是到这代就结束。最近我还搁这因传互我一个广告，庄松荣的广告片，半点钟的底片，安尼讲起阮家族的150年重要的经营的历史。伫个中间，我这甲阮拢咧笑念一个。阮的阿祖叫做曾文作，我的阿祖伫基后庙口妈祖经开一间店面，后来也伫基后庙口信着耶稣。阮的家族对安尼开始，真侪基督徒的家庭。所听的姊妹，这是一个稳定的开始。上帝要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信心嘛定着的是。耶稣听你到极，你看你的手甲讲，主我感谢你，主我深知你听我到极，主我感谢你。无论我心中有甚物种的担头，我甲伊摕出来，交互你。我的信心若无定的是，今仔圣经安怎讲？我要甲咱讲两个功课。望今仔日我对圣经的读互咱听了后。恁会当对这个圣经中间安尼祈祷。两个，第一，上帝应允咱要亲像应照体式来陪伴。今仔伫以赛亚第40章26节到31节，伊讲我要赏赐新的开力。兄弟，你有需要吗？伫今仔日个礼拜，你若愿意，你伸出双手，轻轻放伫你的脚头夫。当你要离开礼拜堂之前。你将你的双手放伫你的脚头夫，你甲上帝祷告，主啊，赏赐我所需要的一切。你也未开喙，上帝就知啊！你相信吗？咱也未开喙，咱的上帝就知咱的需要。我咱伫祈祷的中间，咱对上帝领受。第一个祈祷，我要邀请兄弟姊妹通过今仔日的祈祷，学习一个功课。专心仰望上帝，无论你的环境怎样，莫埋怨。你敢毋知？你敢无看见嘛？你的代志，你敢讲上帝？你敢毋知影我发生什么代志嘛？咱伫主的面前，第一，举目往天顶举目。以赛亚第40章第20节，伊第一句话讲：恁着举目。看创造天地的上帝，你敢毋知影耶和华是伊的名嘛？伊有权能，伊有大能力，仰望伊。兄弟姊妹，信心第一个功课就是专心注心仰望这个上帝。对少年到年老，伫顺境伫逆境的中间，你拢相信，这个上帝是伊的确要做你一生的帮助。兄弟姊妹。将你的囡仔带到上帝面前，教你的囡仔，互伊知，父母离开了后，
天顶的上帝要继续带领咱的后代的子孙到永永远远。所以信心第一个要紧的、真要紧的功课，就是仰望。仰望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倚靠啦。当咱抬头看天，抬目望山，当咱天开目睭，紧紧看，坐伫礼拜堂看十字架，咱咧看啥？咱咧看迄个看袂到的上帝，用咱心灵的目睭，甲信心来倚靠伊。第二，伫今仔日个圣经的中间，伊讲你敢毋知吗？是啊，咱有时真正毋知。所以你姊妹，虽然咱信主遐尼久，但是还佫有真侪咱无明白的道理。若毋是上帝圣神的帮助，无人会通明白上帝奥妙到怎样。今仔日真感动，像长老伫聚会中间讲，上帝你的话何等的奇妙！兄弟姊妹，一个若毋捌真正担着上帝话语的重要的人，哪会晓安尼祈祷？兄弟姊妹，上帝圣神要将所有的智慧放伫咱的内底。恁敢会记得牧师捌带恁读以赛亚11章第2节？伊讲上帝圣神就踮伫恁的内底，恁要有3种的圣神伫你的内底，有智慧的灵，有聪明的灵，有知识的灵，有策略的灵，有能力的灵，有敬畏上帝的灵。恁会记迄段圣经吗？这个圣神啊，踮伫咱的内面，咱的生命中间就充满圣神的能力。迄个能力是什么？互人有智慧，互人有聪明，互人有能力，互人有这种的策划对策略谋略的能力，佮有知影通敬畏看袂到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圣名祝福咱，恁的心门拍开。欢迎这个圣神陪伴你到一生的路尾。伊若入去，你心中的考虑就离开。你相信吗？这个圣神若入去，伊毋是敢若赶走迄个不焦虑，这个圣神要将平安带入来你的心内，将智慧带入来你的心内，将能力带入来你的心内，将信心就是敬畏上帝的心。你敢毋知吗？咱甲主讲，主，我实在还佫真侪代志毋知，主你教我知，互我真正知影你是一个永远伫地永在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啊，只我想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永远伫地就是无所不在，创造天地的主，伊就是一个上有权柄的人。伊讲有光就有光，恁会记圣经安尼讲无？伊讲要有太阳，要有月亮，就有这个宇宙。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圣经伊的意念。第三，兄弟姊妹，信心就是相信。你若软弱，伊要显示你能力；你若软正，伊要加添你开咱。就算做少年人，嘛有野生的时刻。就是勇壮的人，嘛有跋倒的时刻。但是伊的意思伫这个所在咧讲起，我靠上帝，上帝要显示伊开力、能力、甲力量。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家弟弟伫今仔日个礼拜，这毋是参详，这是祝福。咱纯粹双手领受，咱甲主祷告，主求你互我这双手有能力。求你互我手有能力，恁捌为着恁的手祈祷吗？求天父上帝，咱的手有服侍人的能力。咱的手毋是干那为着要趁钱尔，咱的手是要服侍人，要扶持人，要创造奇妙的代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四，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倚靠啦。伊讲独倚靠耶和华的，因要得到新的开展。哈利路亚！愿天父上帝将新的开展显示咱，让我老愈来愈有开展。兄弟姊妹，毋通嫌家己老，咱甲主祷告，
主日子怎样，力量也怎样。日子如何，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会通亲像迎接体系来陪伴。第四，我靠上帝定心地的展翅上腾，体系陪伴，体系陪伴的这种的困难，愿天父上帝帮助。第五，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通过祈祷，祈祷就是迄个锁匙，祈祷就是拍开上帝门的锁匙。无祈祷就无经历，做祈祷就做经历。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常常伫每一个礼拜、逐礼拜拢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因为咱相信，用祝福所发出的祈祷，人要得到稳定。所以，咱的教会是一个相信祈祷的教会。咱的教会嘛，相信咱爱彼此互相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将恁所需要的事来讲互上帝听，将你内心的看路学习，家己讲。你讲牧师，我袂晓讲，唔通讲袂晓，爱学，爱学习，好不好？兄弟姊妹，当然牧师最重要的责任是陪伴恁祈祷。牧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解说圣经，互咱听。但是兄弟姊妹，恁有一个功课，就是学习听，然后去做。意思就是学习真做会晓祈祷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伫你祈祷的中间出双手。愿主所想事，这个愿是我甲藏起的。原文的这个中文的圣经和本没有这个愿呐，但是我这个字本身，保罗写腓立比教会的事，原本就有这个意思。因为整个腓立比书是保罗为着腓立比的教会祝福，所以咧祝福一定有一个愿啊，愿望。伊为着伊向远方的弟兄姐妹，因为保罗开拓这个教会了后，伊就去开拓另外其他的教会，伊就离开。但是当伊离开了后，伊少年这个腓立比教会，伊就写批，将伊所有的祈祷拢写伫这张批的内底。所以这张批的这句话应该就是保罗为着这个教会兄弟姊妹祝福讲，愿上帝赏赐祝福恁，超出所求所想想象袂到的平安呐，超出咱所想象袂到的平安，搁有保守你的心思意念。所以今仔日个圣经后礼拜恁就看到牧师的文字稿伫周报内底，用这6项做恁建立信心的祈祷。第二，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的囡仔有一对属灵的翅膀，爱灵上帝赐给你，展翅上腾。搁有刘一鸣，上帝嘛赏赐恁。在座兄弟姊妹，毋是干那这2个青年有尔，咱拢爱有。这对是各有2项，第一，这是上帝的翅膀。你讲牧师，什么圣经中间什么所在写着上帝有翅膀？咱人看到迄个人飞翔，人无能力通飞对无？咱看到天顶的老鹰，咱就感觉伊是所有老鹰内底是一个上伟大的，因为伊会当飞到极悬的天顶，会当飞到海极头。所以咱就把这个想象、这个图像放伫天上，放伫上帝的心中。其实上帝无需要翅膀，但是圣经讲，上帝要用伊的翅膀来保护，亲像鹰母保护鹰的迄只细只鹰鸟，亲像鸡母用伊的舌骨来保护迄个细只鸡仔囝。人毋捌看过上帝，但是人通过伊的生活的经验。真侪人讲，伊看过天使，好像有很白洁亮，有翅膀。圣经嘛安尼描写，不但有1对，阁有3对，有无？1对红目睭，1对红的身躯，1对红的脚。这是人看去，翅膀代表力量。第一，我要用2句话送互咱大家：上帝的翅膀是咱的帮助。大笔伫伊的诗篇36篇第71讲：上帝，你的慈爱何等的宝贝！世间人要投靠，要晓伫你的舌骨下。
上帝亲像家母家囝，若有危险来的时阵，家母用伊的身躯来保护家囝。大别看到这种的情景，伊就想象伊的上帝，是伊患难中亲像妈妈会甲伊抱牢咧。所以兄弟姊妹，愿这个上帝的实果，就是伊的帮助，甲恁三甲伫地，保守恁。不但安尼，佮另外一段写伫摩西五经申命记第32章第11节，伊讲我要亲像上帝伊家己讲，我要亲像鹰鸟，用伊的实果搅动那个鹰巢，什么意思？鹰鸟吼，对于哺卵生出来，也毋捌飞过的细只鸟仔囝，伊敢若会当看到空中，伊当看到外面的世界。但是这只细只鹰仔鸟，伊若无离开这个树，伊永远都学袂晓迄个安怎用伊的实果来飞啦。红人和牧师三只鸟伊出世就带铁链拢骹头加骹环吊伫迄个鸟笼内底。陈牧师有一日慈悲为怀，感觉讲足毋甘，伊讲咱来甲即个铁链甲伊摕掉好无？互鸟嘛会当享受一个有实果飞翔的滋味。阮就甲伊拍开。有两只鸟伊从来无感觉伊是鸟伊感觉伊是鸡因为无论有迄条铁链无迄条铁链伊拢伫迄个鸟台遐行来行去，行来行去，从来毋捌飞离开迄个平台。伊毋知伊是鸟所以兄弟姊妹，即句话意思讲，咱是基督徒，咱是上帝囝儿，咱是多有尊严、多有尊贵、多有能力的。但是咱从来拢毋知影，咱是有能力甲有尊严的人。伊讲，上帝讲，我要亲像鹰母，用伊的实果的风，用迄个风甲我的鸟仔甲伊搅动鹰巢，意思就是甲伊拉互伊飞出去。当这只鸟落落咧，伫咧外头一开始，为着要保护伊家己，伊就开始发现讲：哎呀，我原来有2个翅膀。当因飞袂去的时阵，上帝讲：我要用我的双翅踢开，我要互你歇伫我的顶端。这就是这句圣经的意思。所以兄弟姊妹，虎父无犬子，你捌听过这句话无？上帝的囝无了话仔囝。上帝的囝爱知影，我的上帝是一个尊贵的上帝。愿上帝将这种的信心，将这种的自我的新的发现，放伫咱到代代无尽，互咱的一生中间有一个信心的一对翅膀。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守住恁信心的翅膀。今仔圣经讲，诗篇139篇伫咱的金句。伊讲：我若天开清早的时，飞到海的尽头，就伫遐，我要找着你。所以兄弟姊妹，意思就是讲，伫清早的时阵，目睭天金，第一个，你甲上帝讲早安。我目睭天金，第一个看到，就是要看到上帝。我伫清早的时，第一句话所讲出来的话，是要甲上帝讲话。上帝早安。上帝嘛，伫我困醒的时阵，第一句话，第一个感动，互我知影今仔日伊要找我去做什么种的代志。兄弟姊妹，属灵的翅膀就是这个意思。兄弟姊妹，愿咱常常用祈祷做你的翅膀。伫主的面前，伊讲，伫祈祷的所在，咱的上帝就伫迄个所在。求天父上帝帮助。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40章第31节，伊讲：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愿天父上帝赏赐在座兄弟姊妹新的开力，互咱如鹰展翅上腾。无使用迄个故事来做结束。你若是鸟毋通做鸡上帝今仔主要所甲咱透放，将咱替咱的真侪的捆绑习惯。无好的思想不可能，
主甲咱偷开。兄弟姊妹，你愿意倚靠上帝圣神，试看觅过新的生活？上帝祝福咱大家，咱同心来祈祷。求主帮咱，互每一个属于你的囝儿查某囝，经历着展翅上腾的快乐。主求你赏赐阮属天的快乐，是一个新的快乐。主当阮信心无定着的时，你做阮的倚靠，做阮的石盘，做阮的关台。使阮将所有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因的信心交托伫你的手中。主你拍破阮迄种心内的犹疑，就是无可能的思想。今仔日亲像圣餐，你甲这个壁掰开，拍开阮的心门，做互迄个无可能的门，就拍开，成做可能性的门。祝福阮有份伫你的圣餐，你拍破阮心思意念做无适当的所在，互阮换心伫你的面前。阮同心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咱用圣诗来准备心，来守圣餐。圣诗217首。
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三个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见了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见了咬喙打恨无义的人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表明主耶稣基督死，直到伊过来。主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听这咱同心来祈祷。主要说，阮照着你的交代，阮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阮伫圣餐中间来感谢，也纪念你的救恩。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伫圣殿内。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礼典，主，互这个饼叫做你的身躯，是带有十字架的记号，是救恩的记号。主，互这个葡萄汁叫做你立约的新约，互众人的罪通过这个杯，通得到洗清。主，愿你的活命亲像活水江河，通过这个圣礼典。互我领受圣神，也领受活命的快乐。求主你降临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互阮众人得到施恩祝福。愿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最后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来请。英皇长老甲邱家长老来旁边，所以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也这用感谢的心安静。准备来领受圣餐，咱伫咱的心中感谢主耶稣，咱何德何能？咱虽然未堪得，但是主耶稣伊白白受受咱伊的活命。主，阮感谢你。阮伫礼拜中纪念你，主耶稣，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主耶稣，恳求你来进入我的生命中，通过这个圣餐，互你点伫我的内面，互我属于你。主耶稣，通过这个圣餐，互你点伫我的内面，也互我属于你。主耶稣，通过这个圣餐，互我属于你；通过这个圣餐，也你进入伫我生命中。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所听的这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饼？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英宏长老甲忠胜长老来旁杯。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做英宏，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杯？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咱用安尼来纪念伊。头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伊的主的死伫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愿专心感谢全能的上帝，你极大的慈爱，
互阮领受你的圣餐，成做灵魂的食物，也通过圣礼典，互阮真正明白你的疼惜，完全无保留的疼。互阮知影，通过耶稣基督，阮甲你结连，成做一个肢体，是你忠实的信徒，永远国度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搁一摆，当阮全然将家己交托你的事，求你接纳阮，搁用慈悲扶持帮赞，互阮持续甲你圣洁的交通，对待以后通荣光你的性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准备来奉献，感谢上帝。请坐。平安礼，请郑牧师。伫咱要行平安礼进前，咱来欢迎今仔日头一摆来咱教会做做礼拜的新的兄弟姊妹，这两位敢是第一摆来吼，咱欢迎恁吼。敢会当甲阮讲，恁是对什么所在来？
欢迎哈，欢迎。感谢玉婷吼，这里也是玉婷吼，这久袂倒来吼，咱家己欢迎吼。咱做伙来用这首诗歌来互相请安吼，愿主的听充满伫咱的心内，甲咱的家庭。主会听进入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厝内，伫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你传你。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专为着阮身躯欠安的亲人兄弟姊妹来祈祷，主恳求你怜悯帮赞。阮的生命实在是真软弱，若毋是你的保守，有脊椎会当勇行佮健康。阮为着年长的长辈来恳求你帮赞，互阮的士大人、阮的长辈，因伫每一天的中间有臃肿的身躯，因出入平安，因生活会当有上帝你特别的扶持甲帮助，主嘛要恳求主你帮助，出外阮的兄弟姊妹，互因伫出外因的工作甲生活，有上帝你圣神的同在，互因不但有平安，也阁有能力。主伫你的面前，为着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做礼拜的兄弟姊妹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的听，进入伫阮的中间，互我每一个人，拢互你的听。为雷扶持佮帮助，我咱的恳求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要去爱丁堡读册的爱玲，吼，咱来请爸爸妈妈来做伙祈祷，好无？吼，咱请爸爸妈妈做伙。恁来做伙祈祷，吼，爱玲来，吼。爱玲，你集中吼，上帝照顾你吼，让你注意。爸爸妈妈徛相边，好无？吼，爸爸妈妈徛相边，咱做伙祈祷吼。至圣的天父上帝，你所想事的每一个囡仔，拢是家庭中间的宝贝，也是上帝你互这个家庭所教养大汉。将来要真侪上帝你的器具，要荣耀你的名。主为着爱人感谢你，主你特别甲伊预备一个真特别的学程，你要互伊到伫爱丁堡伫迄个所在继续伊的功课。主求你加添伊即个世间的知识、财物甲能力，同时主你用你的圣神陪伴伊，互伊充充足足有上帝你对天而来你的圣神的陪伴。主啊，今仔圣经讲，你要互伊展翅上腾。主啊，求你互伊出入都有新的气力甲能力。主当做士大人无法度伫伊身边随时的陪伴的时，上帝你做伊的帮助甲保护。主啊，嘛恳求你互爱人有属天的智慧，知影属地世间的智慧袂通悬过上帝你真正的真理。恳求天父上帝互伊，哪学习就哪谦卑。那学习也那认捌上帝你奥妙的真理，祝你带伊平安去，也带伊平安倒来。我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加油！上帝与你同在，上帝祝福你。好，俊雅牧师甲你祷告，
吼，真欢喜你来吼。俊爷久久拢会对台中专工，家己倒来做礼拜吼。伊是宴会遐的孙仔，嘉诚遐的查某囝吼。咱来为俊爷祈祷吼。主阮真欢喜俊爷伫伊的故乡的舞会常常都来伫阮中间做礼拜。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阮祝福。阮对伊的身躯顶悬看到伊伫你的恩典中间扶持大汉的一个记号。主阮恳求主你施阮祝福，互伊会当伫因的家族的中间，真侪上帝你救恩的记号。主阮感谢你，互即个青年，特别伫伊的成长甲你的关系，有即种的较无甲坚实。我真欢喜看到伊，若伫请假时，伫伊放假时，会通专工倒来到伫德堂来做礼拜。主阮恳求主你施阮祝福，互一生一世伫上帝你的慈爱甲恩典，祈祷我个所有生命。阿门。也是爱你。咱来请师傅来报告，吼，来请师傅来报告。生日的吼，牧师忘记了。来请生日的人，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好无？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吼。如何敢无得来？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为着所有生日的人，阿强、佩荣，佮特别是为着阮的单数阿婆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嘛照顾正义兄亚军、佑成，佮有巧文，佮有李青青、佮佩琴跟雨禾。主伫因的生日的时，求主你的圣神甲因同在，互因会通为着因的性命做新的出发。主你的圣手化因的心上，互因带有上帝你圣神的智慧，互因知影怎样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伫因的每一日，拢成做一个荣耀的记号，通互上帝你欢喜，嘛享受上帝你的恩典。求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互因的杯甘甜佮满溢。我要恳求天父上帝施阮祝福，互因也当带着即种满溢的恩典，甲因周围的人做分享，互伊的身边的亲友会当知影，阮的上帝的名叫做耶和华。主啊，求你祝福因，我安尼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即时我来报告，顶周的聚会出席57人，奉献4810块。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教堂，查经班拜六9点到暗时7点伫线上。圣公的服侍，下周的聚会请陈忠胜长老、领事郭依玲姊妹、苏琴杨依玲姊妹、苏燕、陈美秀、林安乐执事、爱参姚雅丽姊妹。新安宫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灵修。具体交通8月18日野外礼拜。请尽快、真紧报名。伫赖顶悬接龙，还是移进报名，欢迎参加，通好保险甲备餐。爱餐后召开8月份的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三，请为所有里外兄弟健康甲生活祈祷，求主保守大家心灵拢健康，耶和华伊力恩上加恩。请咱也为以下生日的兄弟来代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若有毋对咱过价反映。代祷事项：第一，本为心身欠安的兄弟代祷；第二，为教会青少年的心灵课业代祷；第三，为适婚的青年婚姻代祷；第四，为姊妹
教会大道、富林集集德克达亚。以上3个来吟，上营508首。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谢谢，默祷闭会。